Hello，又係我許小姐帶你睇樓嘅時間。今日就同大家嚟到呢一個雲向睇呢一個445兩房半最大，咁我哋而家去睇下先。大門口左手邊呢已經係儲物室，儲物室呢你見到係做咗冷氣嘅，咁你見到我轉到身呢，你請個呢細細粒嘅姐姐呢係冇問題嘅。咁我哋再睇埋個客廳部分啦，客廳呢係一個長方形嘅客廳啊，咁啊做咗開放式廚房，所以令到呢成個客廳呢會比較貴一啲。咁我哋再睇埋呢嗰啲電器啊，嗰啲電器呢都唔差噶。雲向嘅樓底呢有3.5米高，咁所以呢，你可以充分利用上面嘅空間，咁做翻呢2層呢都冇問題啊。再睇埋浴室嘅部分啊，浴室呢係做咗淡色調嘅設計，咁係比較樸實啲。雲向呢都好適宜有小朋友家庭居住嘅地方嚟㗎，因為咧呢度除咗有燒烤爐之外呢，仲有呢一個戶外嘅遊樂場同埋呢樹室嘅遊戲室添啊。